我跟俊雅就是他好像喜欢我，我以为我喜欢他，可是我喜欢的人其实不是他，是别人。就是我就是讲我介意赵俊雅，不过其实我介意的可能是黄文兴。小叶也要讲一下你到底喜欢谁？对，要讲出来，因为很多观众都在不要讲啊，在我观众觉得你还搞不清楚自己在剧中到底喜欢的是哪一位？而且上周五也刚好遇到了，就是2个男生都一起去吃牛肉面，坐在同一桌吃牛肉面。哦，对。上个礼拜播出的是我跟威廉在一起，可是我发现文心好像就只是扮演一个骑士的角色，就是一直在旁边守护着我，包含到后面他都会提醒我非常多跟二姐有关的事情，因为我可能不知情，但是他知道的。那其实我喜欢谁？现在看来好像是喜欢威廉，但是心里面好像喜欢的又是文心，其实我自己搞不太懂。黄先讲一下好了，你跟小叶那边剧情发展到底喜不喜欢他，或者跟他拍戏有没有什么方面？因为你们俩对戏都比较俏皮一点。而剧中的3女儿李燕也陷入威廉王子和青梅竹马之间的感情抉择，面对从小一起长大的黄文兴用欺负人的小男生行径来表现爱意，也让李燕抱怨嗓子吃不消。我跟黄文兴拍，我真的快累死了，我的声音都是。我的声音是哑的，完全是已经破嗓。难道你跟威廉拍都不用啊，就是很温柔啊，娇滴滴的这样啊。你看他现在已经被水鬼附身了，他的脸。没有啦，我觉得现在的剧情跟小秀俊就是很勉强的去祝福他们，很勉强啊，但其实内心很挣扎的。有些吃醋的那个表情，我在旁边看，我真的觉得有帅到真的。有吃醋吗？有吃醋的。有帅到。这样就好。这是我们家最看好的一个男生，就在旁边都不动。爸妈有看好，对不对？是，他是全家包含爸爸妈妈、阿嬷最喜欢的。所以刚好拉拢家人。我在小兄面前，我才会展露出我的本性。在那个大家。是因为大家看到他对我都是超凶，他的关心的方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。讲话比较。就讲话嘴巴很坏。